谁呀？牛大哥，是我云竹。朝廷派人分发了救治的物资，我们取了一些送过来了。啊，牛大哥。你们走，说好能治，都是骗人的，你们都是骗子。你为什么推他？阿牛啊，什么事儿啊？谁呀？无事，无事，你好生躺着。徐大哥，你别惹事儿啊！牛大哥，请你相信我，这次一定能药到病除的。我来。这次我们带来了面巾，到时候你戴上，可以阻隔再次传染。而且还有一本小册子，你照着里面的方法练习，可以增强体魄。方才我心里有些着急，动作有些粗鲁，莫怪，莫怪啊。这种人真是蛮横无理。牛大哥也是因为关心的人生病了，所以一时心急嘛。徐大哥，换作是我，你不是也一样会着急吗？那是自然。走。嗯。怎么了？刚才好像崴到脚了。来，我背你。啊？我背你。不用了。快上来。来。你说你为何要来走这一遭啊？我也想力所能及的帮助大家。你就不怕被传染吗？小家都不怕，你都不怕，我当然也不怕了。前面还有几户人家，我们快去把这些物资都派出去吧。好，听你的。徐大哥，你真好。虚一点，好，这儿，好，角落里。乡亲们，别怕啊，我们是特地来此地分发粮食的。嘿嘿嘿，来领粮食了啊，人人都有份了啊，吃上我们的米，包管你的病好起来。哎，他们是青联帮。咱青联帮做好事干什么呢？你们不能进去啊！学长，什么呀？这边来，出来。门缝，哎，双联。哎，你们是什么人？这里不可擅入，这里是病区啊，随便进入会被传染的。我们是给你们焚香，防止传染的。来，给这些大人们都熏上。来，都熏上啊！艾草、白芷、苍竹，这焚香法虽然呛人，倒也是个不错的方法。老乡，大米放你门口了，发物资了。谢谢。放心，肯定会好起来的。放心啊！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没想到青联帮的人还会出来施米送药。青联帮从前都是拿人钱财替人办事，这一次为了武林，也是出了不少人力物力。虽说他们是江湖人士，但也有江湖大义。大义面前不分你我，他们都这么努力了，我们也不能落后。我回去收拾药材了。哎，阿五哥，这熏艾草桥的活我来就好了。你看，方丈我来吧。哎呀，我来啊！那你先注意啊。好的，阿五哥。被徐有正追杀的阿武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没陪着云竹啊？这几天太辛苦了，我让他先回去休息了。这几天确实太累了，云竹眼睛不便，你多陪陪她。我一会儿就回去。走之前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这些不过是数据而已。这场疫情也只是游戏设计好的情节，你还真投入真实情感了？你只需要找到赵晨义，拿到金钥匙，然后离开就好了。因为在我眼里啊，他们都是活生生的、真实存在的人。我们也在这个世界里踏踏实实的生活过，生命可贵，我怎么可能轻易的放弃啊？所有的病人在死之前都会丧失意识，发高烧。那个金子的妹妹也是如此，
这说明一切都是由程序设定好的，他们是死是活，都是由程序来决定的。这些你很清楚，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思的去改变他们的结局呢？医者父母心，我绝对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在我面前死掉而什么都不做。我救过他们，不管结局怎么样，我是问心无愧的。这对得起我自己医者的身份，这也是我的职业操守。不过啊，你放心，这个药方呢，我已经研究出来了。你呢，就好好陪云竹，这个救死扶伤的任务啊，就交给我吧。行，那一切就交给你了。阿五哥呀，早些你找我帮忙的时候，我还不乐意呢。今天给一个大娘做饭，她一直在谢我。我看见她，就像看见了我娘一样。阿五哥，你说我们青联帮做了这么大一件好事儿，会不会青史留名啊？啊，肯定都会感谢我们青联义士的，是吧？对。来，阿武，我已经找你很久了。谁呀？这是？你们先喝。行，得来，走。你认识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弟的主题为什么在你这儿？我是谁现在不能告诉你，但我能告诉你的是，阿文是被徐有正害的。不可能，我们兄弟俩一直为徐大人办事。这些年你一直在被追杀，你却从未怀疑过。想知道你的去向并不容易，那么是谁每次都能精准地追踪到你？他就是要杀人灭口。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你想一想，你弟为何将竹笛交给我？我教你去做一件事情，事成之后，你自会清楚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我姑且信你。你要我做什么事？回新明。殿下，您身体如何了？无碍。殿下，您怎么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啊？那是要的事，公主要做就去做，您添什么乱呢？阿武回去了吗？回去了。那天您找过他，他就回新明了。你继续去探，若有消息，通知于我。是。殿下，我先撤了。哎，吉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散步。什么？照顾别人如此用心，照顾自己却粗心大意。哎，吉欢，那你为什么一直戴着面具啊？我从当侍卫那一刻起，就从未摘下。那你什么时候会摘下面具？待我找到心爱之人，我便为他摘下。知道了。走吧，回家。我们回来啦。小佳回来啦。你脸怎么那么红？我热。不热啊。我终于试出来个药方，对治疗伤寒有奇效。我们可以在医庄试试看，如果好的话，可以在武林全面推广一下。真的吗？那就太好了。吃饭，吃菜。谢谢徐大哥。殿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挨家挨户发的，他们管这个叫宣传手册。恐怕这又是佳人公主的主意吧？她呀，就喜欢搞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
大家注意啦！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使用新的药方。这个新的药方呢，要配合着做操一起进行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早晚各一次。什么叫做操啊？五禽戏，五禽戏你们知道吧？佳人公主，没想到你还知道我们新名的五禽戏。那当然了，新名的五禽戏早就传到瓦兹了，在瓦兹已经被普及了。好了，大家快过来吧，一起做操。请，去吧。李太医，请。怎么了？我们之前的药物用的差不多了，11皇子派人传话来，说救援药物要晚些到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我知道了，我来想办法。那我们先走啦，按时喝药啊。好。走吧。齐少，齐少，在呢，亲。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这药材实在是不够了，病人太多了，能不能帮我弄点药材过来？哎，这人命关天，治病救人是大事儿，快回来你！公主，哎，李大人，这是新到的草药吗？哪里来的？也太及时了。这个应该是上天馈赠的，李大人，你先拿去用吧。哼，公主真幽默。哦，公主，还是公主先用吧，我先帮你拿进去。多谢李大人。齐少，齐少，这药材一筐不够啊，能不能多来点啊？亲，您的有求必应已到达，请注意查收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些快递派送到那边去啊？快递小哥。没问题。虽然我不是什么快递小哥，但是我是使命必达，马上到。马上到。哇哦！不愧是开了挂，有排面。这怎么多了这么些药材？谁送的？一个不知名的好心人。请。11殿下。佳人公主，你是不是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个侍卫？吉欢从小就跟着我了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别一见面就紧张的像个刺猬。这次武陵治疗伤寒，你功劳很大，我已经把你的功劳上书给父皇，父皇很高兴，并且答应我们，等我们回去之后，就亲自给我们主持大婚。11殿下，现在还是应该以武陵的疫情为重吧？疫情已经完全得到了控制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呀？现在的药材已经不够了，大夫人手也不够，就算是人数控制住了，但是病人也总得喝药吧？我们只要坚持到下个月，所有的药材和物资都能到达，而且现在武陵城也已经可以出入，司药司已经加派了人手。那太好了，11殿下，这个是我研究出来的药方，对防控伤寒很有帮助，希望11殿下可以普及下去，让进出武陵的人都喝上这个药，这样子也能有效的防控疫情。我会让县衙的人去办的。家人，你也是大病初愈，记得好好休息。多谢11殿下，那我就去休息了。吉欢，走吧。哎，慢，今天你就住在我府上。不行。不行。来人。我的未婚妻，在我的府上，天经地义。来人，
给公主安排一间上房。不行，你的主人在这里很安全，不用为他担心。再让我看到你，军法处置。季欢，我留下来。殿下，我想去义庄。看来这几天不光我一个人在研究药方，小十一也很辛苦。小十一和以前比，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做噩梦吗？亲，您外挂的窥探梦境功能，可以在 NPC 熟睡时潜入他的梦境。不可以啊！火烧宫殿，陛下一定会怪罪下来的。殿下，殿下！要说起来，《十一皇子传记》里最奇怪的一点是，西明荣德13年昭纯宫起火事件。那不是我离开的那一年吗？你和二皇子成婚的当晚，昭纯宫为什么会起火？十一皇子自己放的火。殿下，不可以啊！殿下，谁都不准灭火！发明、创造，你果然是我的知音。这些朋友呀，这些发明、创造可是我的命根子。他们要是出了事，我也不会。爱之物有何用啊？殿下，您醒了？我怎么会睡着了？属下进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。
佳人公主呢？佳人公主跟结欢一起回去了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让他们回去的呀？公主说要回去继续研究药方，不然耽误病情，属下就……佳人公主交代的事情都安排下去了吗？安排下去了。想不到她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，还真有用。徐大哥，王大伯、李婶他们喝了新配方的药，情况都在好转。小佳的药真的很管用。小云，你好不容易可以回来休息一下，快去睡一会儿吧。没事，比起小佳，我这根本不算忙，而且我也想为大家多做点事情，这样我会觉得很快乐。小云，现在的生活，你真的觉得快乐吗？当然啦，徐大哥。我现在有你，还有小佳、齐欢大哥都在我身边，我当然觉得快乐了。就算眼睛看不见，也没有关系。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我还能听到各种声音，我还能闻到各种味道。我能这样和你们在一起生活，我真的觉得很幸福。小云。原来你是这么想的，之前是我错了。斯要斯加派了人手，李大人和他的师弟们也都来了，你也不用亲力亲为。再过段时间，疫情就完全控制住了。太好了，公主。武林事件过后，你要去哪儿？返回新明吗？我不回去。那你去哪儿？我要去找一个人。我陪你。不用了，季欢，你直接回瓦兹吧。谢谢公主，谢谢公主救命之恩呐！谢谢公主救命之恩，别办了，谢谢公主，喝了就好。谢谢公主，公主，我们先走了啊。我，路人甲，今日告知天地，我愿献身医学，恪守医德，尊师重道，薪火相传，孜孜不倦，精益求精。我将继承师门衣钵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，不负医德。不负师门，不负众生，苍天为证，以此为戒。师父，我做到了，做到了一名医者该做的事。公主，你看，我妹妹痊愈了。太好了，公主，我能不能做医女啊？当然可以了，等你长大就可以了。我能像公主一样厉害，救好多人吗？没问题。等你长大以后，就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女。公主，妹妹是我唯一的希望，要不是您救了她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。谢谢。哎呀，不用这样，好好照顾她啊。公主，我送他们2人回去了，请。我带云竹出去透透气。禽兽，禽兽，在呢，亲，在这儿。别乱动。怎么了？我问你啊，那个希望怎么被我给点亮了呀？因为你治好了伤寒，给大家带来了希望。不错哦，这么快就点亮了关键词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我想拿到金钥匙，就要把关键词都给点亮了。希望被我给点亮了，牺牲还不知道是什么呢。那真爱就是赵晨毅啦。那他在哪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佳人公主，武林疫情已经得到控制，我们该走了。
去哪儿？当然是回去，准备大婚了。我不去。公主，大胆！季欢，我跟他走，你先回新明。云竹，你照顾好自己啊！我说过，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11皇子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，你能不能让我先去完成我自己的事，然后我和新明找你啊？那可不行。公主，大家怎么都来了呀？你们该好好休息的呀。我们听说了公主和11皇子要走，所以大家来送送。多谢公主救命之恩，多亏了你们，咱们武陵才能起死回生啊！多谢公主救命之恩，多谢11殿下，多谢公主和11皇子的救命之恩。好了好了，诸位不必如此多礼。武陵疫情，朝廷义不容辞，能够带领大家走出这次疫情，是我的本分。这段时间大家也辛苦了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公主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这是大家一点心意，希望公主不要嫌弃。对呀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，一点嫌弃你就收下吧，这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啊。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我们也该启程了。11殿下，我不想去新明，你放我走吧。我们不回新明，那我们去哪儿？即墨城。这是不是11以前说过的想要造的梦想之城？即墨？那个是什么地方？你去了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殿下，马车坏了。修好马车要多久？哦，回殿下，怕是要几个时辰。抓紧吧。是。这天怕是要黑了呀。何欢，你留下修车，其他人跟我走，去前面看看有没有客栈。11殿下，其实你不用送我那些东西的。小佳，你喜欢就好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小佳，我之前听云间堂那个姑娘就这么叫你。其实你叫我家人就好了。我感觉这个名字更适合你。小佳，就好像我曾经在哪这么叫过你一样。是吗？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梦里有个绿衣女孩。这几年我一直在找她，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是什么人，甚至我连她是不是真实存在都不知道。很可笑吧？或许忘记她会更好。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我感觉我们之间好像有很多误会。对此我表示很抱歉。你别这么说。小佳，你是饿了吧？想吃什么？要不然我们烤肉吧。
11皇子殿下，你做烤肉也不用这么大阵仗吧？因为我要亲自烤。让我来吧。来尝尝。小佳，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手艺。那当然了，这烤肉可是我们瓦兹的特色美食。身为瓦兹的公主，当然信手拈来喽。可我更觉得你像我们新名人，小佳。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可以成为举案齐眉的完美夫妻。11殿下，其实我11殿下生气。什么人？殿下，跟我走。快，前面就到了，我们分开走。放开我！你到底是谁啊？吉欢，我不是让你回新明了吗？你对11但是，你怎么会变成吉欢呢？我被徐有贞诬陷，说我通敌叛国。押送我去封地的时候，我逃出来了。我想去瓦兹调查真相，直到我发现瓦兹和亲有意。我想用吉欢的身份回京向父皇禀明。殿下，不好了！11殿下率追兵过来了。佳人公主，请跟我们回去。我不回去。那就怪不得我们了。来人，走，拿下佳人公主。是。